香儿，你去给那奕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梦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梦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两头拿钱，两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二言。往后他的钱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吧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韩五爷。慧儿那丫头，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她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我已经叫人把信给递进去了，那算是完成使命了。至于这回信嘛，你放心，小的自会悉心打点，你呀就等着听消息吧。啊，怎么了，姑姑？
这一成天天索要钱财，拿走了那么多钱，可那送出去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。这一成靠不住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夫人应当顾及自己的身子。若是染上风寒，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还是我和香儿一起去吧。姑姑和慧儿陪着继儿，我们尽快回来。这儿，都扫干净了啊！哎，好。别把我划走了。哎，夫人这是要外出吗？是。要不小的给您派辆车去？不用了。哎，那夫人慢走。你过来，我去国相府报个信儿。我猜他们要去宫里。是。为王建国，遍方正位，体国经也，设官分职。韩五爷，慧儿姑娘，我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来看看公子有什么吩咐。这炭火烧得可旺啊！谢谢韩五爷关照，这炭火烧得正旺呢。哎呀，甭跟我客套。我这一城虽然官儿不大，但是在这驿馆里头，我说话还是算话的。慧儿姑娘，有事尽管吩咐。那是当然，只是眼下无事，还请五爷自便吧。哎呀，慧儿姑娘，这，你有所不知吧？就是怕冻着夫人和公子，我让人给你们用的炭是驿馆里头最好的，相差好几倍价钱呢。你看我这一番心意的，该如何报答我呀？该报答的时候，我们自会报答的。此刻公子在读书，就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那个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秦国质子派来的使臣，请问我们公子呈给大王和义后的信，可有消息回复？秦国没有。前些日子驿馆的韩武可有送信进宫？不知道。这么说，那韩武可能从未将夫人的信送进去。这夫人刚才要是不说呀，小的差点忘记了。这秦国质子的信函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多谢君爷想起，但不知宫中可有消息回复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如今大王政务繁忙，这不打紧的事情啊，日日都有。至于什么时候回复，就不好说了。义后身边有一位心腹女御，名叫青青，我与她有旧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，帮我传个话给她？既然夫人和这女御是故人，那就好说了。就不知道这夫人要传什么话给她。凡将此玉佩转交给女御，就说故人在驿馆等候消息。好，夫人，您就尽管放心。有劳了。若能收到回复，另有重谢。夫人您太客气了，放心，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。多谢。不谢不谢。天气不错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辛苦。瞧瞧，
值多少钱呢？好小子，发财了呀！发什么财呀？就这点小财，那算什么呀？你我都是兄弟，有财咱们大家一块儿发。值完这班岗，你我一同去国相府领赏去。有这好事儿？这位米夫人真是出手阔绰，金银玉石源源不断，也怪秦国会后过于厚道，居然能够让他们带这么多钱财上路。听秦国的杜将军说，是他们离开咸阳的时候有人奉送的。到燕国来做质子，一路既有兵马护送，又有人奉上珠宝，这是何意啊？向我们燕国示威？这也太没有规矩了！既然是来做质子，就该夹起尾巴做人，还想飞扬跋扈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夫人说的甚是。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？夫人说到头了，那就到头了，让他们尝尝苦日子。得秦王恩宠多年，喝蜜糖都不觉得甜了。这回我倒是要看看，那位米夫人还有什么本事翻身。小的，这就回去安排。继儿，来试试婆婆给你做的新衣。好暖和呀！明日我就穿它出门，再大的风雪我也不怕了。是不是大了点儿啊？不大，今年略大些，明年就正好了。到了后年，说不定就短了。那也是，小孩子家的，这衣服呀，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个头。继儿啊，婆婆是又盼着你长，又怕你长。等有一日你娶了亲，婆婆也算是放心了。继儿若是娶了亲，就让媳妇侍奉婆婆，给婆婆做新衣裳。好，为了继儿这句话呀，婆婆一定多活2年，等着享咱们继儿的福呢。
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姑姑。行医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心意，继儿就冻不着了。继儿不要行医，继儿要婆婆。那心意能为继儿遮风挡雪，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亲人，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啊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种幸福。月儿大了，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有蓉儿小人的，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。不知分，继儿，婆婆累了，婆婆谢谢我。继儿好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继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你先救我！
司里，夫人如何打算？尽忘所有，给姑姑置办一口好棺木，体体面面的给姑姑发丧。知道了。香儿姑姑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香儿？夫人，夫人，珠宝匣子不见了。从着火到此刻，就这么几个时辰。那匣子原先一直放在榻边的，没挪过地方。我找了，可是没有。不会啊！就算那个木头匣子烧了，可金子和珠宝也会留下痕迹，更别说踪迹全无了。昨晚救火，虽说人多手杂，可是不知情的谁又会这么有心？咱们再找找。别找了，定是有人趁乱拿走了。夫人怎可断定？昨晚睡前，你们两个检查火盆了没有？夫人吩咐过的事，我和慧儿怎敢忘记？我和奎姑睡前也检查过。怎么会专烧了我们这个屋子？难道有人故意纵火？十有八九。我想起来了。前2日，夫人和香儿出门，姑姑去了厨房，那个奕成跑到屋里来搭讪，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看着那个匣子。是啊，当时那珠宝匣子就放在那儿，一定是那个韩武见财起意。我去找他。夫人，我们要不要报官？只怕报官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若没有有权势的人撑腰，他们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。哟，好俊俏的小妞啊！放肆！哎呀，难道是奕成的相好？我是秦公子的侍女。我问你们，奕成、韩武去哪儿了？一大早就不见了。怎叫不见了？昨晚救火的时候，五爷还在，忙前忙后的。可等我们救完火回来找他，人就没影了呀。我们还等着五爷发赏钱呢，似乎找不着人了。对呀，昨晚你们那屋子失火，我们哥几个可都忙活了大半夜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五爷不打赏点儿，要不你打赏点儿？对呀。夫人，夫人，怎么？是不是人去屋空了？是。贼得了手，焉能不跑？家徒四壁，一无所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和继儿先搬到你们屋里，和你们一起住。母亲，大姐姐是燕国义后，她若知道了，会来看我们吗？梦莹，她若是知道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看还有什么可用的。夫人，这些衣裳已经千疮百孔了，还能穿吗？2、3件改成1件，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母亲和我把这些竹简挑挑拣拣，也能派上用场。
我们的房间四面透风，破旧寒冷，真是委屈夫人和公子了。能有这样一个容身之处，我已经知足了。只怕再这么下去，连这样的屋子，我们也住不上了。我觉得事情远远没有这样简单。轻点啊，放那边吧。慢点儿，转过来，别撞着老爷了。把东西放那边啊。你，来，喝。你是何人？哎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义城老爷，赵晨。新来的义城老爷。你就是秦国质子的侍女？是。你看，驿馆的馆舍被烧了，这事儿应该有个说法吧？赵义成初来乍到，想必不知内情。那时前任义城韩武为了盗窃我们公子的财物，烧了我们公子住的房间。赵义成来的正好，我们公子与夫人的房间被大火烧了，那个韩武跑路，无人问津，只好在我们奴婢的房间里将就了几夜。既然赵义成老爷到任，还望安顿一个像样的住处。大胆！你们取暖烧火点着了驿馆的房子，本官还没追究你们的纵火之责，你倒反咬一口，说我前任义城怎么着，偷盗？这个都说你们秦人是虎狼之邦，秦人是虎狼之姓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妇人也如此蛮横无理。那好，那你把前任义城找回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你想当面对质？自己找去，本老爷我公务在身，懒得理你。哼！哎，这些个秦国人肆无忌惮，毫无礼仪啊！拿咱们燕国的驿馆当自己的天下了。不行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，哼，他会小瞧了本义城。放心吧，老爷。嗯。哎，让开让开！让开让开！快让开！这可是义后的车马。哎呀，来，快点让开让开！看看。怎么回事？走开！快起来！快点起来，听见没有？快走开！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挡了道。老伯，以后风雪天走路当心点。这位夫人心肠真好，估计是义后的侍女。夫人，义后的故人从秦国来的继承已经多日，现作为质子困顿在驿馆，望与义后相会。你是谁？你别管我是谁，只当没有见过我。过来看看啊。新来的义城答应给炭火了吗？他不给，这贪得无厌的家伙，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食，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出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和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。这批礼金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点钱，卖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，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。可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我虽一生惊骇流离，险象环生。但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阔，自在逍遥。却不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衣食的；宫外的自在逍遥，
却是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母亲，姐儿好饿。继儿，母亲给你倒口水喝，好吗？母亲，姐儿越喝水，肚子就越饿，肚子饿得咕咕了，都已经。继儿，还记得母亲跟你讲过晋文公重耳的故事吗？记得，重耳在外流亡19年，颠沛流离，衣食不周，最后却成了一代霸主。继儿不比重耳差，不管怎样逆境，都要坚强。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，有胡衍、赵崔等谋臣相随，齐桓公、秦穆公等诸侯争相以女嫁之。惠儿姑姑和香儿姑姑就是胡衍和赵崔吗？是。惠姑姑、香姑姑就是胡衍、赵崔。继儿知道了，继儿会勉励自己，继儿出去跑一跑，身上就没有那么冷了，肚子就没有那么饿了。夫人，你们知道为何我日日跟继儿讲重耳吗？其实不是对他说，而是对我自己说。可重耳流亡，还有10几个忠心耿耿的谋臣相随，还有齐桓公、秦穆公争相嫁女，为他增添助力。可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你们2个，连一个小小的议程都敢对我们任意欺辱。夫人，这只是一时的，等大公主派人来了就好了。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。我断定她应当知晓，我们已经到了燕国。既然秦国派人递交国书，公子之年幼，由他临朝听政，他怎能不知情？知晓后，又怎能不问质子到底是谁？有谁与他同往？可如果大公主知道了我们的困境，又怎会不见我们呢？我对大公主曾经有所愧疚，她不愿意见我，我不怪她。夫人，那我这就出去换炭火。青青，你今日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先下去吧。是。奴婢在路边偶遇一陌生女子，要替人传话给以后。替何人？说是秦国的质子，以后的故人。他芈月竟然也有求人传话的时候。当我父王宠妃多年，恐怕他早已忘了求人的滋味。芈月性情刚烈，或许她眼下是遇上了什么难处。若无难处，谁又会求人？当年苏秦遇到难处，我去求他，明明是举手之劳，他却不施援手。
后来我父王得知苏秦的才华，对苏秦也有了挽留之心。又是他，为了给张仪争权，从中作梗，对此我一直难以释怀。你起来吧。是。夜后，郭国相求见。请国相进来。是。义后。国相免礼，赐座上茶。谢义后。义后可听说一喜事？有何喜事？东周世子苏秦近日要来燕国。苏秦？微臣听说那苏秦自幼聪慧，被鬼谷子收为弟子，懂谋略，好兵法，该是天下难得的人才。苏秦来了，太好了。以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既然是人才难得，等他到了，国相就请他住进黄金台，贵宾礼待。以后贤明。那苏秦得知大王礼贤下士，定有攀附之心，才会来的。对了，以后微臣还有一事，就是那秦国的质子。秦国质子眼下如何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？微臣听说那些个质子狂妄自大，桀骜不驯，衣食无忧，却还百般的挑剔。前些日子更是因为柴火不慎，竟烧了那驿馆的房子呀！怎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怪不得他托人前来找我。说起来，那质子的母亲芈月也跟我有些交情，而且还是我父王的宠妃。可如今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了。其实麻烦的是，秦国使臣交递的国书中，还带了惠后芈叔的一封信，信中要我们对那质子严加管束，生活上更不可过分优渥，语气十分严厉。倘若回绝，恐怕有得罪秦国之嫌。国相有何对策？既然以后左右为难，不如装聋作哑，不需回复惠后的信件，也不用召见那些秦国的质子，只当这封私信从未见过不见也好，免得难堪，以礼相待就好了。正是。公子睡了。公子饿了一天肚子，夫人说让他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。喝点水。夫人从早写到晚，也应该歇息一会儿了。这是眼下唯一让我们不会即刻冻死、饿死的法子。亏得天下还有人要读书，不然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。好了，你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夫人拿着暖暖手。此事不出夫人所料，那个驿丞赵臣处处为难我们，果然背后有人指使。我跟寻了他好几日，发现他隔三差五就去国相府。国相府？难道是国相郭伟故意为难我？这个郭伟是何人？忠臣还是佞臣？这世间之人，若是个简单的中间善恶便能说清楚，这倒容易了。这郭伟是当今燕王的师傅。当日燕国因为子之之乱，齐军入侵，山河破碎，秦赵两国护送孟莹母子回国，是郭伟率群臣前来相迎。孟莹令燕王拜其为相，辅佐燕王。又是他对燕王谏言，盖起黄金台，并为燕王招揽天下贤臣，才将这风雨飘摇的燕国
给支撑了下来。那这个郭伟，应当是个好人。燕王倚重郭伟，但很难讲，他到底是个贤臣还是权臣，是忠心耿耿，还是想做第二个子之？那这可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去见一见郭伟。说是宫里头的东西，可这手艺还是比不上我们楚宫里的。我的夫人，这已经是燕宫里1等1的宝贝了。燕王和义后待我不薄啊。这国相府也是义后命人给我盖的，规制几乎赶上了燕王宫。这府里的一切啊，都是燕王和义后赏的，所以啊，样样只能是最好的。你才见过多少宫里头的东西，知道何为金玉满堂、锦绣铺地？再者说，义后把燕国的头等富贵赏给你，又有何不妥？这燕国的天下，说是你的也无妨。夫人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分了。位高权重，有时就是祸在跟前。我对燕王从来忠心耿耿、谦恭谨慎。夫人不要让人以为老夫要做像子之一样谋权篡位之人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笑，相爷倒是认真起来。随便说笑，有时也会送命的。相爷，啊，什么事啊？外面有人求见。什么人啊？说是秦国质子的母亲，闵夫人。夫人，还是暂且回避一下吧。灵儿，拿走。是。请米夫人进来。米夫人，郭国相。哎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快，给米夫人上姜汤。夫人请用。难怪啊！夫人何意啊？难怪世人都说，燕国真正的黄金台是在国相府。世人谬言谬语，夫人不必当真。国相府气势直逼燕王宫，郭国相未免过于自谦了。郭伟无德无能，才疏学浅，忝居燕国相位，全因为燕王爱慕贤能之士，就如同爱马之人爱慕千里马。燕王拜我为师为相，就如同爱马之人花重金买下了一匹死马。爱马之人买死马，以图天下骏马闻讯而来。燕王赐我荣华富贵，为求天下贤士争先归附。但燕国之事，全凭国相做主。夫人言重。燕王尚年幼，燕国的事，郭相至少能做7分主，那义后总也做得了3分主吧？岂敢！我王虽幼，但聪慧异常，英明果断。燕国之事，大王做得5分主，义后做得3分主，文武百官诸位大臣做得1、2分主。剩下的哪还有我郭伟智慧左右的余地呀？老夫最多只能做得半分主而已。义后出身秦国，我等质子来自义后的母国。时近3月，驿馆驿丞换了2任，2任驿丞全然不顾待客之礼，对我们百般为难。据我所知，燕国驿馆是由郭国相亲自管辖过问。义后和燕王若是知道母国质子受人刁难，不会不闻不问。眼下境况，不知是义后心中没有母国，还是郭国相纵容手下为难秦国质子。
竟然会有此事！哎呀，不过夫人这番话可是错怪老夫了。这驿馆名义上归老夫掌管，但具体事务是由国卫府管辖，驿丞也由国卫府任命。既然夫人说那些驿丞不尽职守，老夫可以派人去查查。至于以后与母国至子是疏是亲，那全凭他自己的心意呀。郭国相没有从中作梗，郭维岂敢僭越？米夫人太抬举老夫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国相了。芈月告辞。好，老夫就不远送了。他要见燕王和义后？他虽然没说，但有这个意思。让他见吗？夫人，有关国事，还是不要过问的太多了。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，则远者来；仓廪实，则之礼节；衣食足，则之荣辱。小人赵晨回禀公子。母亲，进来吧。恭喜公子，恭喜芈夫人。公子和芈夫人的故人要见你们。哎，这是官服和鞋履，还有首饰，请公子跟芈夫人沐浴更衣吧。母亲，这位故人是谁？会是大姐姐吗？应当是吧。总算盼到了，大公主终于要见公子和夫人了。可怜天剑，可不是嘛，可不是嘛。有劳议程，容我们母子梳洗更衣。好，好，我在院外伺候着。哎，快，把东西放下。你们可知，我刚才在沐浴之时想到了何事？我是在泡进温暖的热水之中，恍然觉得能有这么个热水澡洗，就算即刻死了，我也甘心。夫人，做人怯懦，前一刻还和晋文公重耳相比，后一刻就能臣服于一顿饱食、一件暖衣、一桶热水之中。夫人和公子这几个月太苦了，好在有了大公主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母亲，继儿，母亲，看着新衣新鞋，好舒服，好暖和呀。仙儿说的对，我们苦尽甘来了。这，公子这衣服真好看。这，公子还冷吗？一点都不冷。母亲，待会儿大姐姐会给我们吃什么呀？公子馋了。大公主召见夫人和公子，为什么不在燕宫里，却要去黄金台呢？适才我也疑惑。母亲，继儿想，燕国是以礼贤下士而闻名天下，世人皆知黄金台，而不知晓燕宫。大姐姐在黄金台召见我们，应该另有一番含义。公子说的有道理。
气派。上茶。坐吧。嗯。多谢。糜夫人，据说楚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温鼎烩肉了。为了您来呀，特地为您准备的。没想到义后还知道我们楚国的风俗。夫人公子请自便。继儿。继儿要等大姐姐来，继儿不可军前失仪。以后政务繁忙，一时无法脱身，我们等等无妨。以后。怎么？难道请我们来的不是以后？世上真是有人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已经积火烧长了，还硬撑着要见你心仪的义后。可惜义后已视你为婢女。怎么是你？10几年不见，月妹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母亲，这位夫人是何人？她是母亲楚国的故人。想来，这位就是秦国质子公子季了。我是何人？我不仅是你母亲的故人，还是今日设盛宴款待你们的主人。我夫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是燕国国相的夫人。今日也是你一手安排。看起来你确实穷途末路。听到杯盏之声，就这么快奔到我这儿来了。这黄金台华宇楼阁，这厅内温暖如春，该没有让你失望吧？哼，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。的确是过眼云烟。你给秦王当印妾，刚刚享用了几日富贵，就被赶出秦国，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可喜可贺啊！依仗权势，虎虎之威，一手遮天，难掩天下之目。我不图掩天下之目，只让国相对我言听计从，已足矣。既然妹妹到了燕国，我该尽地主之谊，全力款待才是。这么说，让人偷去我的钱财，放火烧了我们的住房，也是你一手谋划？哪里用得着我谋划？勾勾手指，便有无数人争着去做。无耻！糜夫人且慢，既然你如此有骨气，为何对我的施舍受之不却？什么施舍？我绝对不会要的。这裘长凤履并非凭空而来，你和公子身上的每一寸履，都是拜我所赐。你我言语不合，话不投机，物归原主才是正理。糜夫人，请吧。这冰天雪地、赤身露体的，冰天雪地，只怕糜夫人在秦国和楚国都不知何为真正的冰天雪地，尝尝定是别有滋味。但赤身露体从这黄金台走出，却有碍风化。赵臣在。糜夫人，这是我在大街上从2个冻死的乞丐身上扒下来的衣裳，也许正适合你们2人的身份呢。
我也就算了，继儿不过就是一个孩子，你们为鬼为魅，你冲我来啊！也是，衣不遮体，赤着脚走回去，说不定就冻死在半路上了。你若心疼儿子，不如此刻就跪在我脚下，承认你是个贱人，是个从小就不知廉耻的贱人。我或许可让他留住身上的美妇裘皮。母亲，继儿不要这衣裳。继儿，夫人，他们把你们怎么了？这会都坏的。少夫，停车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你们是何人？为何困顿在这大雪之中啊？我们是秦国之子，这是米夫人和公子健。在下苏秦，在秦国与米夫人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快请贵人上车。多谢，来，快点儿，多谢。来上车，公子，上车。夫人，苏子走了。是，临行之前，苏子吩咐他的手下把公子的貂皮衣裳给赎回来了。苏子救我和继儿于危难，并为我们请医买药。苏子说：“世态炎凉，万物刍狗。”他让我们好好照顾夫人和公子。他说，若有什么急需，我们可以去黄金台找他。亏得魁姑没有看到我等的遭际，否则岂不让他心碎？那个米音简直是个邪魔恶鬼，定不得好报。香儿，你可去打听了那米音是如何到的燕国？打听了，苏子的手下告诉我，当年在楚国，因为公子歇逃婚，米音的婚事搁浅了多年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米音嫁到燕国，本来是想做燕国王后的，可是没想到齐国趁火打劫，从中插了一手。那米音千里迢迢嫁到燕国，还没做成王后，却险些做了乱刀下的亡魂。再后来，她就遇到了那个做了多年官夫的郭伟。当时的乱象可以想象，郭伟依仗秦国和赵国的力量平乱，又被燕王拜师拜相，定会让米音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。而米音楚国公主的身份，也让郭伟倍感荣耀，因而对米音百依百顺。怪不得那个米音敢如此嚣张呢。苏子，燕王求贤若渴，苏子乃治国安邦之奇才。上次苏子来见我和燕王侃侃而谈，
令人茅塞顿开。望苏子能长久留在燕国，出入朝堂，成为社稷肱骨，共商天下大计。苏秦才疏学浅，蒙燕王亦厚厚爱。先生不必过谦，当年齐国乱燕，奇耻大辱，至今未报。如今大王一心想强燕而图天下，不惜输尽钱财，正是为了招募先生这样的兴国治世之才。齐王骄横暴虐，遭各国诸侯愤恨。大王想学习国耻，并非难事，但眼下齐国国土广阔，人口众多，以燕国、异国之力攻打齐国，很难一蹴而就。不如联络赵、楚、魏、秦等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素子所言极是，郭国相与诸国结盟立约，要为眼下头等大事。大王，微臣一定照办。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当说否？请说。大王既然打算与诸国结盟，就该善待诸国之子，免得因为他们的不测之祸而与他们的母国生出龃龉嫌隙。请先生明示。昨日，在下回黄金台驻地，偶遇秦国质子公子季和他的母亲芈夫人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，挣扎在风雪中。幸好在下发现，把他们送还驿馆，不然必定冻死在大街上。此事当真？绝无虚言。国相，我曾说过以礼相待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以后定是微臣属下疏忽，办事不周。望国相查明原委，尽力补救，切莫耽搁。微臣这就去办。微臣告辞了。国相慢走。母后，那寡人也回宫了。去吧。大王慢走。以后，苏秦告退。苏子请留步。我有一事向先生讨教。以后请讲。青青，再去给先生倒一杯热茶来。是。苏子请坐。看来芈月他们真的遇上麻烦了。难道义后对芈夫人的现状毫不知情？我本是恨芈月当年对苏子无情，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纠葛来往。可刚刚听先生说，他和公子季差点冻死在风雪之中，又让我忍不住牵挂起当年的情谊，心有不安。苏秦离开秦国，义后为何要责怪于芈夫人呢？难道当年不是他在中间作梗？当年你父王重用张子，弃用苏秦，实乃对朝臣的权衡之术。你父王并非昏君，若不是他心中也有疑惑，怎会听从后宫嫔妃一人之言？苏秦投诉客舍，那客舍老板对我百般刁难盘剥，逼得在下不得已才离开咸阳。这就更怪不得芈夫人了。虽然如此，可眼下芈月见罪于秦国会后，她不希望我厚待芈月，所以我不见芈月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您身为燕王的母后，会后怎可在旁指手画脚、肆无忌惮？别人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这个母后是怎么来的吗？当年秦国的兵马辅保我们上位，眼下朝中卿大夫也不全服我们，列国也轻蔑我们。我们唯一可以依仗的，只有我的母国。我不能得罪，更不能得罪如今的秦王和他的母后啊！不知以后在燕国，竟这般之难。苏秦来晚了。不晚，只要你能来，往后我在燕国的每一日，都会不一样了。晦气的燕国，一年到头满眼的冰雪，能有3、5个月的春色就不错了，弄得我寒气上身，骨头整日酸痛。
夫人定是操劳过度了。这么大的相府，万事全仰赖于我。我若不斟酌计较，劳心劳神，谁来操持？夫人说的是。就这么还有失手的时候。那日，我满心以为那个贱货被我赶出黄金台，定会毙命于大雪之中。谁料竟被一个好事的家伙搭救，捡回了半条性命。竟有此事！一个叫苏秦的东州世子，胆敢坏我大事。原本想让人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，可下边人说他是相爷新寻到的宝贝，动不得他，真是气死我！相爷今日回来的好早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啊？进门就冲我耷拉着脸。夫人，你与那秦国质子有何过节？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？相爷的话真好笑。我与他们有何过节？明明是相爷上次回来提起秦国会后来信，说让咱们不必善待他们，让你为难得很。我可曾让夫人帮我的忙？相爷既然有难处，妾身替夫君排忧解难，有何不可？大胆！你一个妇人，不在府中好生料理家务，竟然自作主张干预朝政。妾身哪懂什么朝政，只是看夫君作难，帮你一把。谁料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竟招来你横眉立目。好，既然我犯了大罪，那你治罪好了。要杀要打全由你，反正你是国相老爷，杀了我一个楚国公主，也可以让你扬名天下了。夫人，坐。好了，夫人，反正你是看我样样都不好，若这样，赶紧把我送回楚国去。哎呦，夫人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舍得把夫人送回楚国呢？啊？哎呀！哎呦，夫人，快看，今日有人呐，给老夫啊送来了一只金钗，一只鎏金凤钗。这金钗是实打实的货色，凤钗虽是鎏金，但做工精巧，美轮美奂。老夫知道夫人对这首饰见地独到，所以啊，特地把它们带回来，与夫人共赏。啊，夫人，这两样东西可好？哎，黄金台之事已经查明，是国相夫人所为。我记得国相夫人也是楚国的公主，难道他们相识？我询问过一些人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。若不是他们曾经有过节，那国相夫人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是国相的意思。您为何不明示国相，不要难为芈月母子？你真以为燕国的大权在我和侄儿手上吗？名义上侄儿是燕王，我是燕王之母，可实际上朝堂的政务还不都是郭伟一手包揽。我若因为芈月公开斥责他，与他有了嫌隙，那朝堂上就无人可依仗，岂不因小失大？照夫人这么说，事情就难办了。眼下对芈月他们来说，一碗热粥比一箱珠宝更为紧要。或许不用我们出面，就有办法可以帮到他们。夫人，怎么没卖出去？雪太大，街市上根本没有人做生意。刚才遇上赵晨，他盯着我们要炭火钱和房钱，我气得骂了他一顿。他给的炭火根本就点不着，还有这破房子四面透风，可房钱都快赶上一间上等的贵客房了。骂他又有什么用？
他说了，我们4个人住在一间房，房价自然要翻番。他还说，若不是他心善，早就把咱们赶到街上去饿死冻死了。你们一定累坏了，喝口水，歇一会儿。哎呀，都结冰了。慧儿，你这是？自从屋里断了炭火，日日都是灰姑姑和香姑姑把陶瓶抱在怀里，母亲和我才能有水喝。这样不行，若是雪再不停，我们就只有等死了。夫人，除了这些书简还能卖几个钱，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母亲，既然这件衣裳，也可以换点钱来。不行，吉尔不可以没有这件衣裳。有了钱，有了炭火，有了吃食，吉儿就不那么冷了。所以，吉儿根本不需要这件衣裳。公子啊，万万不可！要不是那好心人搭救，你可就没命了。公子别急，我再拿着书钱出去一趟，或许能遇上一个买主。那米夫人是住在这儿吗？米夫人是住在这儿。你是何人啊？哎呀，可算找到你们了！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这位可就是米夫人。是。老身是西市的牙婆，人称五婆。婆婆免礼，不知婆婆找我有何事？是这样的，那个陶隐，陶老爷，前些日子偶然在夫人的女婢手上买到了几卷《诗经》，欢喜得不得了。今日陶老爷亲自找到我，无论如何让我来叨扰夫人。这是陶老爷让下人送来的竹简，烦劳夫人为他们家抄录一份婚姻礼仪方面的试婚礼。这个是半担粟米，这个是1担炭火，还有些许钱。来，夫人，您收下。试婚礼抄好后，就送到陶老爷家。陶老爷还答应了送2匹帛、6斤肉为礼。只是这试婚礼要得急，半月之内就要抄完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夫人，我们夫人身子不好，况且这试婚礼又有好几卷，如今我们手头没有原书籍，若是让夫人字字默出来，这半月的时间是万万不够的。老身不瞒姑姑，那个陶隐原是工匠出身，是前些年打仗立了功才封的官，不是什么世家，家里礼乐方面的典籍都是没有的，所以急需诗礼方面的典籍，庄严门面。时间是紧了些，劳烦米夫人赶一赶。要不我去找陶隐商量，再加点礼，如何？礼乐本是圣贤所传，如今却让我拿来贱卖换取肉食之物，实在是愧对先贤了。若再讨价还价，岂非斯文扫地？他们既有向礼之心，我多花些时日，半个月，该是能磨出来的。那就谢谢米夫人。母亲，继儿也可以帮忙。夫人留步，老身告辞了。谢谢五婆少爷。哪来这许多礼数啊？帮你们就是在帮我自己。陶隐说了，
后家里的所有典籍都有劳夫人抄录，夫人以后有的忙了。行，半月之后我再来驿馆找夫人。好，告辞了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，慢走。笨蛋淑米，一旦炭火，炒好后还有2匹帛，6斤肉，有许多典籍要抄，母亲和我有的忙了。是啊。太冷了，快进屋吧。又有柴米又有肉，福气真不错。是。那陶尹出手如此大方，给我查查是个什么来历？小的查过了，是个粗人，没有什么背景，当年还得过国相的好处呢。我想法子让人去打个招呼，不幸他真的敢与国相府作对。夫人，今日一早，国相爷派人来过驿站，询问过秦国质子的情况，还带来些衣食财物，小的心里没底。夫人您看。国相爷的心思我最清楚，他那是面子上敷衍一下，做给别人看的。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小的明白了，只是那些东西和钱财，你自己留着吧，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。是，要是搁在一般人，经过这几番揉搓，早就成了枯木死灰了。可是这芈月的那贱人运气太好，一不留神就死灰复燃。看来那驿馆过于招眼了，不可将他继续留在那里。该怎么办？小的全听夫人的。欲毁其人，先摧其心。驿馆是世子贵人留宿之地，他不配。把他从驿馆里赶走，他不是尽管破衣烂衫，还撑着夫人的脸面吗？让他沦落街头，沦落到最下等的匹夫走卒之中，把他踩到烂泥里去。我一定照夫人的话去做。夫人，何事？灵儿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相爷。既然芈夫人，那个贱人已经沦落至此，再无翻身之日，夫人何苦再劳心劳力？不妨由她自生自灭，免得让相爷知晓，心中不喜。他喜与不喜关我何事啊？我喜不喜才是要紧的。那个芈月，她活在世上一日，我就不喜一日。更何况，那秦国质子也是相爷的烦心之事，最好无人与他提及。眼不见为净，耳不听为清。这是婚礼的最后一卷，明日抄完，婆婆就可以拿走了。这其中也有公子的功劳，姑姑要怎么犒劳公子才是呢？婆婆会带来肉，对吗？是啊。哼，季儿好想吃肉，我要饱饱的吃一顿大肥肉。好，大肥肉，母亲答应季儿。李夫人，李夫人，小的有礼了。有何事？这间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。哟，这屋挺暖和呀，还有这个大火盆呢，你看，这烧得不错嘛。我们好像不欠你房钱。哦，不欠，不欠。也未向一城赊账。没赊，没赊。那既然无事，一成还是自便吧。没看夫人忙着呢吗？那咱就长话短说。李夫人，过2天这驿馆要来贵客，所有的房间呢都包出去了，也包括这间，所以呢，就劳烦你们几位另谋他处吧。什么？你要把我们赶出去？不是赶，是请出去，请出去。按照规制，各国质子来往都住驿馆，你把我们赶出驿馆，是何道理？糜夫人，这驿馆就这么大点的地儿，来的都是各路的贵客，自然谁给的价钱高，就让谁住嘛。
我们的房钱已经比别人高出许多，你这是故意刁难，还有王法吗？别跟我这儿大呼小叫的，这是燕国的驿馆，不是你们秦宫。论王法，我比你清楚。跟你们打声招呼，这是客气的。若不知趣，愣要纠缠，休怪我赵臣翻脸无情。你知道了，容我们再住几日，收拾东西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叫花子搬家，哪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啊？我们交了房钱，日子还没到呢。那就赶快吧。他们想赶尽杀绝，好在快要开春了，想饿死、冻死我们，没有那么容易了。可我们离开驿馆，能去哪儿啊？天地之大，还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？可是公子与夫人的身份尊贵，是龙血凤髓，贤身贵体，怎可浪迹于街市？身份既不能当衣穿，也不能当饭吃，计较它有何用处？堂堂正正，德配天地，自然尊贵。母亲，既然早就受够了这一城的恶气，离开这儿，我们不受他的管束，反而活得更畅快些。继儿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离开了这儿，我们就离燕国王宫更远了。那要是大公主再找我们，我已经不指望大公主了，还是靠我们自己吧。母亲，你放心，还有我。舅舅说过，要我帮助母亲，我是母亲身边的男子汉。好孩子，继儿真的长大了。可是，舅舅他在哪呢？他能来帮我们吗？你舅舅萧然，只怕他也很难。说好了是半个月的，这都过了多少时日了？五婆不会忘记了吧？五婆会不会生病了？她若是病了，那陶老爷也会让伙计来去抄写的试婚礼啊。难道他们不想要了？这香儿日日都到街头去寻五婆，今日无论是否能找到，我们都要收拾行李，准备明日搬出驿馆。可是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？这炭火没了倒也罢了，反正马上开春了，一日日会暖和起来。可是我们的黍米都已经吃完了，就连烛火都快点完了。母亲，那个陶颖先前不是说有很多典籍让我们抄吗？我们若走了，他该如何与我们联络？谁还替他抄啊？先让他把那两匹帛和6件肉拿来再说。我猜测，其中定是有什么变数。此刻，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。继儿，帮母亲收拾东西吧。香，找到人了吗？那不是婆婆，婆婆来了。慧儿，倒水。哇，婆婆，糜夫人，婆婆，我们日日都在等你，你怎么此刻才来啊？香儿，你们是如何碰上的？你们以为我在哪儿找到的五婆？就在驿馆门口，她定是转悠了好久，见到我反而掉头就跑。糜夫人，五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五婆，看来你是遇上难事了，不妨说出来。糜夫人，前些日子我不是带着下人来吗？让夫人抄录试婚礼，可回去不到10日，那个陶尹就派人来知会我，说他改主意了，让你们抄的试婚礼他不要了，无论过去承诺过什么都不算数了。当然那些柴米定金他是不会要回去的，只是答应的其他东西，2匹帛，6斤肉，想都别想了。
这个陶尹怎可这样言而无信？既然陶尹食言，婆婆就该早来知会我们。只怕有些事情，也不是她一个小小陶尹能做主的。糜夫人，我是想来知会你们的。我来过驿馆，可是被那个可恶的驿丞赶了出去。他说不许我再踏入驿馆一步啊！这个天大无雷轰的赵臣，谢谢巫婆告知我们实情。你若今日再不来，只怕日后也找不到我们了。你们要搬走？这驿馆已经容不得我们栖身，明日我们就要另寻落脚之处了。不知可有了去处？不瞒糜夫人，房舍租赁买卖，我们这些牙婆是行家里手，但是街头市井之地是那些贩夫走卒群聚之地，你们都是贵人，岂不是委屈了？当日舜也做过农夫，傅说也当过筑墙工匠，巫婆若能相助，我等定会感激不尽。包在我身上了。夫人，您请，您请。夫人，您应该是知道了，咱们这蓟城啊是东贵西进，东庙西市。这西市既有野车卖浆之贼，也有偷鸡摸狗之徒。夫人，您可得多担待点啊。巫婆到了没有啊？到了，前面就是了。我们已经看了2家了，第1家都是下酒楼的卖艺人，第2家鸡飞狗跳都是摆摊贩的。我们夫人要求可不高，一是要清静，2是不要过于局促狭小，3是不必多说了，能清静就已经很好了。夫人放心，这一家是最好的，既清静又宽敞，保夫人您满意。夫人到了，就是这家。甄嫂，甄嫂，就在这儿。甄嫂，甄嫂，开门！甄嫂，你们找谁呀？这屋里的主人。石头，这院里无人，只有鬼。别胡说！石头，回家。小孩子胡说，不可信的。走，石头。娘亲，我告诉他们这院里有恶鬼，婆婆说我胡说。哼，若是没有鬼，那便是谁住进去，谁就会变成鬼。谁住谁变鬼。你这妇人也是做娘亲的，如何教的小孩子？别理会这些人，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嘿，你这小冤家，讨打呀你！走，怎么回事？别理他们。甄嫂，甄嫂，哎，在家，我以为你出去了呢。夫人，就是这家。甄嫂，来，我给你带客人来了，租你的房子啦。夫人，请进，请进，来呀，来，您到这边看，来，来，快，这边，您看看。还有这边，哎呦嘿，小心啊，小心脚下啊，这边。夫人，您看，这儿挺好的，院子乱点收拾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我们这儿1等1的房子。甄嫂，你家几口人？这房子怎么租啊？这么大一间院子，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？家里的其他人呢？满满的都是人，公婆、老儿、大伯、小叔，满满的睡觉。夫人，不瞒你说，他们家的人都死了。他大伯原是军籍，后来战死军中。她在军中的丈夫也死了。她公公为了让小叔子活命，自己去从了军，再也没回来。后来齐国人来了，把他小叔子也打死了。他可怜的儿子病死了，婆婆呢也饿死了。像她此刻这样，也是在等死。夫人，这种地方怎么能住啊？如今天下太平了，不打仗了。我不是牙婆吗？我就看着甄嫂可怜，想着能不能找点客人，把她这个房子租出去，多少赚几个钱糊口。她只是有时候糊涂，其实人挺好的。前些日子孙屠户还托人说媒要娶她呢。巫婆，
我知道了，让我想想。我想了半日，那院子走进去，的确叫人心寒。那哪是人住的地方？一院子的鬼，唯一的活人还是个活死人。那我们不租那儿了，再到别处找找。不是租不租那院子的事，而是那稀释致三人的气息。我好像突然领悟了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医馆赶出去。他们不仅要我们冻死、饿死，更要我们的心死，要我们即使有一口气，也要如同行尸走肉。稀释虽贫贱，可比贫贱更恐怖的是无往。我在想，我和继儿和你们会不会就此泯灭在那儿？夫人，我一路想，一路回到了医馆。我要问问继儿，问问你们，我们的命是否能强过那些市井之人？进门时，恰巧继儿在念《孟子》，告子夏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”我明白夫人的意思了。我们收拾东西，明日搬家。我们搬过去的地方真的有鬼吗？鬼与人一样，也分善恶。那我们住的地方是善鬼喽？继儿已经将葵婆婆做的皮衣包好了。继儿搬到新的住处去，婆婆夜晚来看我，不会找不到继儿吧？不会，葵婆婆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们去哪儿，她就会跟到哪儿。嗯。本议程来。你把招子给我放亮点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医馆人杂，也许有人趁着搬家之际顺手牵羊呢。是。这什么呀？哼！公子，刚才夫人与公子说，鬼也分善恶，公子可见过恶鬼？公子在屋里好好找找，眼前就有。我找到了，是他！哼，枯骨死草，没几天了，就剩下嘴硬了。给我看着。是。哎，来，夫人进来。珍嫂，珍嫂，我们来了啊！是宝儿，是宝儿。宝儿，喝水。多谢大嫂，我叫银记，你可唤我继儿，我不叫宝儿。你就是宝儿！宝儿，公子，珍嫂，手松开，放开，松开，继儿，没事，你就是我的宝儿。
我去看看。宝儿，娘来了，我要吃不吃？啊，宝儿，宝儿，宝儿，我的宝儿，吃不吃？宝儿，宝儿是你的儿子，宝儿，好孩子。宝儿从小就懂事。你的孩儿，定是与我的孩儿差不多的年纪。宝儿自知做大王的时候，他6岁，然后后来齐人来了，他8岁，再后来秦人、赵人来了，宝儿多大？宝儿多大了？你告诉我。宝儿病了，然后我抱着他。宝儿定是个好孩子。然后你没了骨肉，唯有亲人也不能相聚。我们到一起，算是同病相怜、相濡以沫的缘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然饿了，宝儿，宝儿，这有吃的。宝儿，这不行，宝儿，娘有粟米，娘给你做啊。娘，那你去做。娘有粟米，我去做啊。宝儿，母亲，这位大嫂有点怪异，她是不是得病了？他是患了思念儿子的病痛。哟，婆婆来了，公子也在干活啊。要不是刚才看到甄嫂也站在这儿，我真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呢。如此干净。宝儿，手凉不凉？不凉。宝儿好孩子，懂事。宝儿好。甄嫂肯说话了。懂事。难道她以前不说话的？宝儿。自从她的儿子宝儿病死以后，她整天只跟屋子里的鬼魂说话，除此之外便不肯开口。五婆来了。哎，你家夫人呢？在屋里呢。五婆来了，快坐。夫人，慧儿倒水。是。真能啊！米夫人，你们可真是贵人呐！无论到哪儿都给哪儿带来了贵气。你看，连好几年不开口的甄嫂都和我们说话了。五婆才是我们的贵人，让我等有了片瓦遮身、立锥之地，芈月敏感不忘。哎呀，米夫人，老妇是心中有愧，若能折些罪过，倒也好。哎，米夫人，这些衣物可是宫里的东西啊。这虽然旧了点儿，但料子和针线那是上等的。五婆眼力过人。说起来，这些旧衣物还真不如一件可以挡风御寒的粗布衣裳实用。夫人哪里知道啊，这些针线手艺啊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
身边的人做的。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米夫人，你也有这样的技艺啊！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降尊临卑、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仰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的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才着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，盖世无双。凭这针线，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谢五婆指点。若这真是一条出路，那还要请五婆帮忙招揽生意。只是芈月有一事相求，请五婆在外，最好不要透露我们的来历和身份。夫人放心，这个自然。以后怎么样？芈月他们有消息了吗？左大夫告诉说，自从国相的手下去陶尹那边传了话，陶尹就不肯再帮忙了。因为您曾经有话，不要提及这是宫里头的意思，左大夫也就不好再强求陶尹。芈月他们被赶出驿馆后，有人说他们好像搬去了西市，奴婢几次托人前往西市打听他们的去向，都杳无音讯。西市乃引车卖浆卑微之地，搬到那里栖身，岂不玷污了王家身份？更何况他们是秦国质子，对继承人生地不熟，离开驿馆，他们该如何活命啊？是啊，芈月他们这次真的难了。今日府上来了一位宾客，向老夫打听一个人。打听什么人啊？秦国质子公子季的母亲，芈月，芈夫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夫也是刚刚知晓，芈夫人竟然也是楚国公主。那又如何？这样说来，芈夫人该是你的姐妹吧？别跟我提那个贱人。为什么？她不配。她不配做什么呀？不配做楚国公主，还是不配做你的姐妹啊？我说了，别跟我提她。既然你对她讳莫如深，定有原因。若让我不提也不难，但必须讲清楚究竟。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黄歇也算名头颇大，也是举世英才，但与我说起那芈夫人的情形时，却是一副关心则乱的模样。黄歇？你是说楚国的黄歇在打听那贱人的情形？不错，正是楚人黄歇。十几年了，他还对他神魂颠倒，念念不忘。好个贼子狂徒，胆子不小，也敢在我府上出现，就不怕我戳瞎他双眼，撕了他的皮？这么说，夫人与他也有嫌隙？什么嫌隙？是深仇大恨。他当年使尽手段羞辱我，使我哀痛欲绝。你是我夫君，本该替我做主伸冤，却开门一道，将仇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府里，
令妾身再次蒙羞。哎呀，他是楚王派到燕国的使臣，来与燕国商谈结盟之事，算是我的贵客。我能怎么办？棍子打他出去？将他送进继承大狱，砍掉他的双脚，拔掉他的舌头，将他扒皮抽筋。夫人莫不是没听清楚老夫刚刚说的话呀？他是楚王派来的使臣，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更何况眼下楚国正打算与燕国结盟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和那个贱人马上都去死。话已至此，老夫的好奇之心是越来越重。夫人可否告知原委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看啊！这绣活继承哪儿找啊？谁见得到啊？看，巫婆，这双小鞋几钱？10钱。看一下啊！明日啊，我外甥过满月，我看这小鞋送得很合适啊，就是价钱高了点儿。你仔细看看这做工，10钱值不值？若是不值，你再来还价啊！这个说的也是，10钱就10钱吧。哎，挺漂亮的。巫婆走了，好，穿着好了再来啊。好。巫婆，这东街药店掌柜他新娶的小妾，下月就要生养了。正需像你这样手巧的绣娘做一套喜庆的被褥，这活计你得帮忙。你放心，你只需把定金拿来便可。那好。婆婆，这个好漂亮。这块布绣的真是考究，尤其是这花枝，绣得灵动精美。敢问这是出自您的针线吗？哎呦，公子，你取笑我老身呐！我哪有这样好的技艺呀？我是带人家卖的。看看，那这针线该是出自楚国人之手。也许是燕国人、赵国人也说不定。婆婆莫打诳语，恐怕这燕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这种花从来没见过。是，好秀气的小花，真是从来没见过。这是杜若，它开在半坡林中，这是只有楚国才有的花草。公子，你买便买，哪有这许多话啰嗦？好，这块布我买下了，多少钱？30钱。这是50钱。只是求婆婆告知，这针线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？我不卖了，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啰嗦。我说买当然要买，婆婆留步。这50钱请收下。婆婆，在下楚人黄歇，为寻故人特地来到蓟城。若婆婆知晓一二，望如实告知，黄歇必有后谢。哎，婆婆。这样听来，那芈月实在是个妖妇，夫人也的确受了莫大的委屈啊。他们与我是刻骨铭心、不解之仇。哎呀，夫人，特别是那个贱人，毁了我一生一世。好了，而且，秦国会后也来信说要燕国帮忙收拾了那公子季母子。凭国相爷的智谋和权势，要他们的性命不过就是举手之劳。既然如此，还不赶快替妾身出这口恶气，顺便送秦国一个人情。夫人以为诸国之间的人情是那么好送的？燕国送秦国一个人情，秦国能还燕国何物？既然秦王母子急于要取公子季母子的性命，这也就是说呀，公子季母子并非可有可无。我们正好用来与秦国讨价还价。我一直担心燕国对秦国过于依赖，秦国既是燕王母子的靠山，也是燕王母子的牵制。眼下我们正可以用秦国质子来掣肘秦国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我不懂你那套生意经，我要他们死。不可，我要将这筹码安安稳稳地放在那儿，待价而沽。我要他们
可我还没有想好他们的价码。他们若不死，妾身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公子及母子干系重大，一动而牵全局。你已经使了手段了，让他们吃尽了苦头，眼下他们流离失所，生计艰难。夫人只当是让他们自生自灭了，如何呀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肯为我做主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夫人该撒手了。我若不肯撒手，又怎样？倘若夫人做事不留余地，就不要怪老夫与你恩断义绝。